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咁今日介紹盈海一隻766尺25座嘅 A 室單位啦。咁呢隻間隔咧，佢原裝發展商交樓標準嗰陣時咧，佢係一個3房套房，佢係一個1房單位嚟嘅。咁基本上成處嘅25座 A 咧，都係間隔都係1房嚟嘅。但係佢有700幾尺，我哋可以開翻到3房嘅間隔。咁唔阻大家參觀下單位入邊間隔先。好啦，盈海嘅單位咧，其實呢一隻咧就極少放出嚟賣嘅，因為喺25座單邊位置啦，放賣嘅歷史成交咧都超過唔到5宗嘅，因為真係少放。咁我哋而家由露台望翻客飯廳啦。好啦，我哋入到門口嘅左手邊係個客廁，原發展商交樓標準。廚房、配咗工人姐姐房，都做咗個儲物櫃俾工人姐姐。好啦，我哋由大門口一路望去露台，已經係一個無敵海景啦，全個海星灣。好啦，第一間細嘅睡房，連接咗工作平台。呢個睡房都係望晒成個海星灣。另一間睡房，景觀咧就望翻去帝琴灣同埋駿苑。好啦，嚟到主人房，主人房都係一個無敵海景向海星灣嘅。主人套廁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興趣，可以 call Sam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，等你電話。